这是你母亲是吗？对。几点发现的？就是意识不好的。那个半个小时之前吧。之前他有别的病吗？他有心脏病。您喝酒了是吗？还有别的家属吗？家属？没有。就您一个儿子？对。哎呀，这行。幸运的是，老太太还有呼吸。啊，吓死我了！拿那个什么，我给他测血压。老太太，伸伸舌头，我看明白吗？您抓抓我行吗？抓抓我，我看明白吗？能抓我吗？这个抓抓我。行，给他测个血糖。啊。眼下的第一要务是理清头绪，诊断病因。2.1啊。好的。血糖不低，首先肯定得考虑脑血管意外。扎液了。之前说话行走都是没有问题的，是吧，家属？那个突然间半个小时以前就不行了。哦。那个是我发点脾气。跟您生气了。对。哦。这个小细节引起了申润坤的警惕。家里可能有安眠药之类的东西，他会吃着的吗？是，他吃了。他吃了啊？吃了多少呀？男的吃了什么药？您给我看一眼呀。他给我说完气之后。对他生气了，我怕您吃药了。他吃的什么药啊？几点吃的知道吗？哎，那个我妈吃嘛药啊？现在药龄过了，她吃嘛药啊？我跟他说。哎，你好，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老太太平时有吃安眠药之类的习惯吗？有。她的药盒在哪儿知道吗？有可能吃药吗？是，她是上午在这吃了40片。40片，24唑仑片是吗？对。哦，行，咱们现在送第2附属医院，咱们去洗胃去。家属准备身份证、医保卡，拿点现金，给他拿个口罩，您戴口罩去医院，咱去2附行吗？行，那个医保卡跟身份证都拿完了。好的。那个现金明天再给行吗？先救援行吗？您到医院要用，我跟您说，不是我们找您要钱，是为了您到医院看病啊，跟我们这个钱没有关系。不是，我先救援。没问题，师傅。你那边别。那个钱我会打。没有说钱的事儿，咱不是矫情钱。啊，鞋带开了，把鞋带系上。你们管。啊。钱我肯定给，钱肯定给你。咱没说钱，不说钱了啊，不说钱了。啊，救我妈一命，要钱嘛？行。走。那我先下了。下吧。谁口罩？谁妈口罩带嘛几百万现金？不带没事。不是，我先打电话给我姐打电话，她带钱过来嘛。行，别着急呢，我们说是医院的事儿啊，您到医院不得用吗？是啊。您到医院麻烦嘛。抽药钱嘛，就是不伤。你妈抽药钱就要钱，那我不差钱。妈救人是最脏。喝多少酒呢？哎呦，你管我喝嘛多酒？我跟你有嘛问关系？了您嘛，这不去医院嘛？啊，去医院我去医院跟你嘛关系？那不您叫我们来的吗？啊，我叫你干，我让花钱了。啊，这啊。